媽咪，點解復活節年年都會唔同日子嘅？舊年就4月20號，但係今年又變咗4月5號，好似捉迷藏咁。哈哈，Carol， 呢個真係一個好問題。佢牽涉到千幾年前，即係公元325年5月20日，喺小亞細亞北部嘅尼西亞城，即係依家嘅土耳其伊茲尼克，召開咗尼西亞大公會議。喺會裏面，佢哋決定咗復活節唔再使用猶太曆，改為每年春分後第一個滿月後嘅第一個星期日。若果係月圓嗰日，咁啱又係星期日。呢一個情況之下，復活節就會延後1星期，但因為當時用嘅儒略曆每年都會出現誤差，大約11分鐘左右。到咗16世紀嘅時候，就已經累積咗10日嘅誤差。教會認為必須要作出糾正，於是喺1582年，教皇格里高利13世頒布新曆法，即係依家嘅公曆，而且仲一次性咁刪除咗嗰10日誤差。哇！好複雜啊！咁究竟有冇一啲嘅數學公式可以簡單啲咁將復活節嘅日期計出嚟啊？當然有啦，但詳細點就要問下爸爸啦。通常用嘅計算方式係根據數學家高斯嘅演算法，計算過程都比較繁複，所以我整咗個表出嚟俾你參考。有2個參數要設定咗先，而且只適用喺1900年至2099年之間。依家就睇下個演算法啦。如果 D 加 E 小於10，復活節喺3月 D 加 E 加22日；如果 D 加 E 大於等於10，復活節喺4月 D 加 E 9日。特殊情況，如果計出4月26日改為4月19日，如果計出4月25日，同時 D 等於28，E 等於6，A 大於10就改為4月18日。近年亦有另外一個方法，結果正數就係4月嗰日，負數就係3月，用31加結果，而0就係3月31日。但一大堆運算都好容易出錯，所以就根據高斯嘅演算法，再用咗 Python 寫咗個小程式，你都可以攞嚟試試。